斗，你这么汉堡肉，你是只做一个啊？我做洗渣的，多洗啊，洗成这样。志龙哥拿来捆一下哦。哦，因为太楼太尴尬。哦，志龙哥。志龙哥，哎，我较细啊，你较大细呢。哦，真假的？捆出来哈，我个捆出来。胶原蛋白有。那个场外的不要太激动，好不好？该不会这是阿妹母一头？讲出来，人家露出不几多年了呀15年。哇，趁我家第14的年嘞。马告它本身是什么味道啊？马的味道它，是胡椒吗？告的味道，原住民不是味道的。那是什么？直觉。直接把款农民做来吃回本。原住民朋友，高价。斗台马烟，好厉害呀！加油，小袋子后，小袋子后，加油！哇！哎，斗台马烟还厉害啦。哎，我觉得桌子比较厉害。又丢赖斗进的。你很努力哎。哎，不过说真的，你怎么会找小戴哥挑战呢？你头摆哈做小朋友的时间，那个阿秋爸不是秀狗哈。哦，又来。哎，俺妹不是让狗。哇，今年怎么改不用对战的缝隙都快冲了。因为今天的真点就是原客一家亲啊。超啦！某路很烟出面了，然后哈港烟对好朋友，我们今天就这个大融合，直接宣布2队平手。好啊！哎，可是松拜那边有演出名朋友了 S 姐，我好开心哦。那个小米酒跟那个咖啡全部加在一起，有什么加什么，好好喝。你顶今年做改黑。哎，对啊，会不会穿太多了？唔会啊。这也是我们传统的服装，超特别带来的。哎呀，动又心哦，好。好，先来分享到今天的评审欣赏，提前分享到给黑牙资料师傅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资料。哎，你知道看我们是原客吗？因为我在这里。哎呦喂，蓝山蓝啦，刚好是一整套的，有没有？打开了 T 恤给黑耳信呢。对啊，那这个就是。好了，秀一下啦 ，model， 动词打字一下。哇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它多功能用途哦。哎，走在出汗的吗？像把你的脸遮起来。哎，那太多。哦，撒灯下了哟，这阿秋白冠军啊，放下带反清带字破。没有入台啊。有练过，叔叔有练过。好，3號嚟到分享到風吹沉水站，風吹沉水站呢係來自台北新一期嘅標誌乜嘢哦？分享到函關子枕韓家吉耶，大家好，哎呀，哇，吉瓦是冻酱呢，好漂2位亮哦。都很漂亮，原客哦。嘿，来看下攬出俩出哦，你係原客大融合，發現喲，跟我們志龍哥係強煙哦。苗栗台風嘅標獎袂記得係2支尾，還有5前鋒。大家好，歡迎。好，來看一下風吹帶來乜嘅好料了，睇下分享呢，唱佢歌。你乜嘅東西？ He tell me， 乜人煮誒？愛煮嘅，愛不下自家種嘅哦。资深老師呢，給喺行業欣賞，然後在等後上去比賽，而且我們吉瓦師姐呢，她是信義區的里長。李長好。而且呢，各位，她開這間餐廳，我非常愛的料理，就是海南雞飯。Oh my god！ 你今天會有帶來嗎？那你為什麼不帶海南雞呢？對呀，今天我們做客家料理。那吉瓦斯姐姐你自己好吃客家料理嗎？你最愛吃的客家小炒。一問就是內行人。對，這個最好下小米酒的。你懂喝？紅酒。哦，台港好選哦，在提條米啊。它有一個鹹鹹的味道。是剛剛有柔養吧？很入味。這個蹦酒沒動好選。嘿，蹦酒他，一直講蹦酒，哪裡來？蹦酒，蹦酒，法規面的蹦酒。係啊，蹦酒。對啊，啊，沙丁下了，因為剛才小解，苗栗台風嘅好朋友，對，來聽聽看苗栗大會鐵山係馬解，來。來，哎呦，水晶餃好朋友，破音成這樣。為什麼減1/3？然後這個有2個醬。都得温你穿太辣了哦。哎，你有看到我的亮點嗎？後面，哎，兩馬解，搖錢樹，韓國夢，還有嘞，不是，你沒有講醬。哦，要炸黑吉醬，吉醬要炸黑馬告，哦，馬那個辣椒哎，我喜歡馬告辣椒。
不厉害，不厉害。这个不够意思，没有人在剪1/3吃的啦。其实不是他们剪的，还鸡中蛋子哈，不够意思。香哎。哦，很辣哎。我闻係結種，我唔知有食過聞結種嘅。我覺得辣椒醬好好吃。很好吃。马告的马告，很香。原客对原客。而且你知道嗎？就是他旁邊站的這位志偉帥哥，佢都厲害。應該係咩講？佢係黏煮面。對。你講佢從客家歌，客家歌手係嗎？係啊。哇！怎麼會？一樣強勇嘅客家歌手。所以你自己的客家創作嗎？還是都有？哇，哎，厲害哦！那你準備一下，剛剛有是辣椒醬嗎？因為要先開嗓。哦，還沒。其實叫小米酒。黑啦。因為等一下我們就會過做喺選美比賽跟唱歌比賽。對，快要去款腦熱打擂台。好，那我們先玩一下遊戲，暖身一下好嗎？好，馬上先來暖身一下了，金行體育館嘅 PK 咯。用錢來挑戰。第一關考驗兩嘴對食材嘅認識，還有對客家文化嘅了解。唔但唱愛動腦筋，還愛比反應，兩片變數量，順來萬人較厲害。請出擊嘅比賽馬上就要開始咯！好，黏煮面撈客家人哦，族群大融合，我等下用錢來挑戰，還要憑真實力哦。冇錯，啊唔過呢，老兩嘴講一下，等一下呢兩組吼答對的總成績啊，就代表講師傅做的獻幾道紅色彩哦。如果你們都沒有答對，給門印他們就領不到薪水。不要故意害他們。好，先來剪刀石頭布，好，我先來乾脆。好。剛才發生嘛？哦，都看一下。哦，下輩呢種做法冇辦法，揾下嘅係呢客家嘅土沙，係浸50度嘅溫水，B係浸水不用到較暗嘅地方，C係浸那個蘇打水。泡蘇打水。哎呦，為什麼？哈。因為哈，直覺嘿。哦，哈是 C， 哈，你在那，你兒子在那邊，你還在那邊瞎扯。好，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 C， 正確。這是什麼歪理？可以打歌一首。哦，咁我先讓大家了解一下到底做乜嘅咧，因為韓兒有隻提示哦，佢後嚟烏暗咪猥瑣啦，佢咩現場嘅環境就係到體內打下背啊，所以假使因為上來本哦，韓兒客家的會吐沙，可以讓那個盆你浸韓兒的時間炸電，用盤兒炸起來，也係蓋起來，這樣它就可以模擬烏暗咪狀況。韓國浸50度左右嘅溫水未做低咯，因為韓兒見到會知道講，哎呦，挺熱咧，我係咩愛死體咧，所以只要加熱散熱，技術就快起來吐沙。另外兩種風雪度做低加速吐沙。用題。紅隊想來選哪一題咧？轉角。遇到愛。遇到愛啦。遇到。有點用咩？哇！馮翠呢家6年後獻出一個推表哦，那麼到51分鐘當中，然後班級嘅保守，然後佢變成玉米粒，安樣就算過關呢，搶上道具咯。好，等下跟呢，你馮翠來挑戰你啦哈，這個剝玉米應該沒有問題吧？沒問題，有做手指甲嗎？好彩，因為佢做動作，所以係指針姐來做係嗎？1分鐘停停，1分鐘，板鏡要搏槍槍。對，好哦，好，準備好了哦。好，等下綠巨人就請你工作嘍。好，3、2、1，先讓他拿着啊。插到啲。預備，槍開始。小心你的小手手。小心第一哦。好，有一半了。好。唔怕，沒關係，可以開播了，一點點的沒關係哈。我們看有沒有很大的在上面就不行。1分鐘，等一下會讓你多酸。還可以，不要緊張，好，沉得住氣。哦，要動作區分呢。OK，剛才第一題 C 都答對了。對呀。第一個實作題是不記得手動。對，30秒過體了，我就辦了哦。子珍姐是用智慧來參賽的，真的，她不是靠蠻力。走的，還有時間慢慢來。可以。我們最後可以檢查報銷本訓就好哦。對，可以的。走的，不要猶豫。還嗎？
走的。倒数10秒了，你要专心。 7，再把它拔干净，拔干净。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这个。 3、2、1，好，可以。中上无敌。过关了。可以啦。哎，你要挑妹唔算，里长算过关吗？这一根太长了。哦，这已经过度挑战了，算过关了哈。哎，其实系动番茄、动强力啦，不能抬高看一下。那挑妹唔算呐，因为我我们今天吃的都没那么完整。你说的倒实在话。真的。啊，这个等一下就给你们加菜了，莫打手。哈卡你也尽心，好不好？恭喜风锤挑战成功。目前蓝队、红队都公布得多一哇，份会不会全对啊？师傅第一次拿到8样食材。好，蓝队 OK， 哪家？丝丝如意。哦，好的，没问题。你刚刚发音有点怪怪的吗？是某给你，某给你啦。那一种师傅听下声呢？A 是海参，B 是番薯叶，C 是姜麻。某建议哦。A。怎么改？为什么？因为海鲜有些人吃海鲜不会过敏，嘿，爱上。那跟柿子什么关系？柿子也会过敏。你蛮替柿子考量的。我是过敏管系。哦，就是蛋尊用海参来摊，跟体感本身没关系的这种猜法。来看下正确的答案嘿。耶！係啦，福其實係撈芡兒哦，要非常大嘅使用慣，因為芡兒佢本身有加成分按到單寧，佢就按到鞣酸都到軟拍子的時節運用嘅時，它就會凝結成塊。所以唔單止係海鮮天哦，所有軟拍子嘅東西，譬如講牛啊，還有牛腩啊、芥蘭啊，兩啲東西哦，冇建議大家用下去，因為凝結成塊，當然補充地位，它就消化不良。哦，愛用心。好，好，那紅隊有選哪個嘞？蔬菜天堂。哎，那是蔬果天堂。啊，蔬果天堂。走的，都是天堂啊。有会选错题。姐姐，有選到製作題啦。等一下，天空只有13年呢，就在派出所代表漢字30秒當中，共出5個不同顏色的蔬菜或水果。你们是用眼睛在听还是耳朵？有。你看这个也是有用啊。太小了啊。哦。没有看这个。你看示範一下。照你自己的。因为等一下你要講5種冇強種。不要講那裡面的。對。對，我給你示範一題，譬如講，紅色的番茄，形容詞加上名詞，我講出5種。好，可以嗎？紫色的葡萄。黃色的香蕉，這樣子，我先講的，就從那個，可以嗎？可以哈。好，人都會馬賽就講馬賽了。也三個哦，一個人講。好，預備開始，一杯再一杯。對。那跟 A 什麼關係？啊 ，A 杯。陪伴呢。其實放用按斗，你做嘛漢堡肉，你是只做一個啊？我做寫章哎。多寫啊，寫成這樣。好，人都不會馬賽就講馬賽了。也三個哦，一個人講。好，預備開始。綠色的芭樂，紅色紫色的火龍果，然後黃色的香蕉。啊，用叫公狗了，應該公狗嘞，這個不行。紅色的。快點，沒時間了。紅色的番茄，啊，黃色的小番茄，可以。啊，紫色的葡萄。普通人沒公狗嘞。含有流感，綠色的葡萄，綠色的。走的，最後一個。他說綠色的葡萄。哎呀，拍誰？哎，凍難啊，凍難。這個比較難。因為沒有，還有橘色的橘子。對，難嘛。對，子珍姐不要走心，子珍姐不要走心，你的8字沒出來了。來放鬆哦，放鬆。好，等一下更好笑的要來了，來藍隊。他們就來搞笑的。你要選哪一個？哎，我嗆你咯，不可能連選題都嗆你來說。客家語兒客來爭數目，赤照見關門嘅意思係乜嘅呢？
A 黑慢半拍 ，B 黑按部就班 ，C 黑随机应变。你讲 C 为什么？啊，因为直觉。某啦，随机应变，是不是你的幸运号码是 C？ 哎，那跟咩火嘛？哎，爱听哦，C 啦，对啊哎，这是直觉嘞，又是直觉嘛？直觉。好，来看下正確嘅答案係。哎呀，半拍。其實市面當中嘅意思非常的清楚啊，就係應下來了，哎呀，你講開出來變數慢半拍，啊，切了都來咧，小體咧，你講關門嘛意思慢半拍，就好多咧吼。好，唔怕，我知道你是讓給我們紅隊一個機會。是啦，來，我們最後選哪一題？豆豆家族，沒問題。你看10做題沒了啦。下邊哪一種豆製品熱量最高 ？A 黑板豆腐 ，B 黑百葉豆腐 ，C 黑豆腐法。 C 豆腐法，做乜嘅咯？因為你都喝加糖漿的。哎，錯，我講嘅係本性哦，你要食嘅東西嘅本性，原型食物的時候，哦，改成 B 為什麼？百葉豆腐，為什麼因為佢做嘅先係酸頭做嘅， ？OK，啊，其他咩選頭做？佢冇加鹹到水，個頭髮加當到水落去啊。我看一下，加蜜，正確嘅答案纤維比係較 B 百葉豆腐。理由應該是這個哈。眼裡係完全冇強用嘅，其實就係因為百葉豆腐本身就非常多嘅大頭油做出來，含有澱粉，含個油香氣嘅味道好食啦，含會加到飲啊、湯啊、料到，都會造成嘅熱量凍高。最少來講啊，100公克當中哦，百葉豆腐就有196大卡，豆腐法上39大卡，甜差凍到快。嘿，好，恭喜風吹，題目兩題嘞。蜜嘅秘密，你的秘密，你的秘密，你的秘密，里面我的秘密是什么你的秘密，啊？要不要講？都是秘密，都不讲出来。你的秘密。要看下。好，睇來面合適用來做乜嘅 ？A 係蘿蔔板 ，B 係豬梅 ，C 係蘇士。再来一幕哦。A 哦，做乜嘅？為什麼？老皮狗吧，應該是。我覺得志偉哥可能板哦，老皮板嘿，他比較知道仔女酒，我覺得再來一杯，再來一杯。哎，仔女米，再来一杯，最后一杯。一杯再一杯，嘿，那對跟 A 什麼關係？啊， ，A 杯。陪伴呢，陪伴呢。我們來看看幾位哦，給倒台做嗎？有沒有辦法搶偷穿到嘴目用直覺？正確的答案係一杯再一杯。好，答案就係 A 菜頭版。在裏面哦，佢要按道理啊，鮮味啊，佢個外觀哦，蒼蒼啊，香港嘅飲前凍帶，所以話呢分明當時合作物嘅咧，客家嘅美食，譬如講各種嘅板類啊、板煎、水板、菜頭板，呢都有東西。喺我解下講嘅叫做 B 啊、老絲啊、梅啊、蘇式啊，都係用日本嘅米，就按到羹米，佢外觀哦，下韌韌嘅飲前凍過，所以煮盤呢都係用羹米，就按到蓬萊米。哎，恭喜哦！哎，直覺男呢？直覺小王子。直男。也是直男啦。來，恭喜哦！好，水木一題，力爭上我們一定要力爭上游。來看。講講一下，下波有關粒子嘅講法，哪一個唔錯 ？A 係建議到恐怖嘅世界是粒子 ，B 係維生素 C 含量比另個含較多 ，C 係有防天宇宙的養顏米用。李記 A，為什麼？因為水果來講，都含維生素 C 大部分。因為比另一個還多。啊，不是啊，他是說恐怖中的是維生素 C，對不對？是。他大概是這個概念。你知道嗎？不知道。楊貴妃很喜歡吃荔枝，所以 C 一你看才它的營養絕對比蘋果，所以它會這麼環肥燕瘦，所以它不胖胖的。姐姐係越學夠秀感，而且又漂亮啊，是跟我一樣，真的。你最漂亮，謝謝，真的。 Ceremony，來，你啥？還有，你看，對啊，多吃就像我這樣，皮膚硬綿綿、白泡泡。荔枝代言人，是的。我看他正確嘅答案係
恭喜！因为哦，莫到控不嘅时间选荔枝啦，荔枝转系只高 GI 的水果哦，高 GI 嘛意思呢，就是本你的系统哦速度哦冻结，所以胃道稳定你的血统哦，所以你就会分泌过多的胰岛素，用血统用。筋骨用筋带会走心嘛？个嘞，就是你会过度的兴奋，交感神经会走心耶，头昏昏、目发发，所以建议大家食过饭以后，差不多到半点钟以后，才会食荔枝。姐姐又漂亮又聪明，谢谢。恭喜风吹得到一分。好，今本日呢，风吹到南吹都很厉害，都各得3分哦，恭喜！我系6分的食材嘞，这个这指定菜色。为什么？这个很漂亮啦，为什么？因为葱儿。因为很漂亮啊。也酸的啦，对啊。葱儿也酸的。搞不懂你我不是美食节目，我是想说不要让你选那个。好了，搞不懂没关系，下次知道就好了。要剪细款的葱，像这个就是葱嘛，对不对？韭菜。我的左耳已经失聪了。豆腐，啊，板豆腐。对，高牛，那几个了？6个。你3、4、5，最尾一行。卵，好，那就按钮喽。要么个姜母膏，麻辣酱，哦哟我喜欢，跟我们吉瓦斯姐姐一样辣呢。对，好了，刚才你会发现后6种食材，观众们有没有思想看到这编发怎么个料理呢？马上我来看师傅编发喽。师傅上菜了。好了，今日师傅呢当好菜哦，这里先到6项食材哦。嘿，66大顺。有想到嘛？该炒一3到秒6，麻辣汉堡肉，哦，做汉堡是指汉堡肉而已。没有汉堡吗？冇改蛋糕的，啊，只有那个肉片。牛汉堡肉，汉堡肉。好，来，走步抬个看一下。好，那你韭菜咧，我们师傅可以协助你哦。哎，豆腐我选大的。 100，要先榨干它吗？我一般浇到该汉堡肉地不会多，哦，所以汉堡肉低度黑不用豆腐会发，会让它口感变得会比较软嫩保水。好，骨手高牛不用漏皮。米条的。好，哇，你看牛它配用的还有它配的还有，肥肉要多一点点的，对不对？菜要多一点。那样健体都会长得像。我们一直在主导他的。对，哎呀，其实他是有想法的男人。莫你喏，他是有想法的男人。不是，因为我觉得哈，汉堡肉，我觉得菜非常重要。我假使菜强度就会腌起来吧。哦，但是你加了蛋白，增加粘性。对，然师傅高牛按斗，你做嘛汉堡肉？你是只做一个啊？我做细渣的，多谁啊？谁成这样？还有袖珍型的。太谁了吧？太细了啦，对啊，不用害太小了啦。要开出来飙到去啊！好，也麻烦。哎，我硬冇食过用韭菜嘅肉饼呢。因为乃是写大俩红啊。嗯。哦，这个没有要搞牛皮哦。冇。哎，那这个要做吗？等下老街的炒街的麻婆豆腐。哦，所以还有一道麻婆豆腐。领导跟汉堡肉蛋糕。所以你嘅麻婆豆腐我用拌豆腐来做。嘿。一般係嫩豆腐下多。嘿。要让切较细粒，要切粒。较细粒，不能油。应该是啊。係因為今日杜好係拌豆腐，你想用拌豆腐哈？係啊。我其实豆腐卡妹做去给做汉堡肉排。做的。好，志龙哥，那来看一下哦。好。因為係老太感覺。哦，志龙哥。志龙哥。哎，我較細啊，你較大細了。哦，真假的？看出來哈。喂，冇得看出來。那個場外的不要太激動，好不好？這一看也知道啊，看後場啊。冇點反應呢？哎，現在全場震驚哦。想不到吧？全場不知道怎麼接話。我自己也想不到。那麻辣醬，它哦，這樣一定會炒多。不用要辣一點，因為博謙愛吃辣。你懂我。好，冇聽到了哈。來。很
好，你终于接近正确的地方。水。用点汤。哎，麻婆豆腐本身就蒜苗哦。因為你冇表，葱花蒜苗全要。哦。你講嘅肉已經係機係冇？過年啦。掉啦。我調味差唔多了。不要太狗哦。我好像一直在介入他们的料理。介入太多。好，從現在開始，我不再介入料理。基本差不多。我走先嘞。我覺得在這節目的形象，大家會不會以為其實很愛吃啊？不是嗎？該不會這是阿妹梅頭？講出嚟，人家露出不幾多年了呀？15年。哇！這多年比14多年的。我好像一直在介入他們的料理。介入太多。好，從現在開始，我不再介入料理。基本差不多。我走先嘞。哇，這個肉餅，人家一人一塊。我覺得在這節目的形象，大家會不會以為其實很愛吃啊？不是嗎？應該是你比我愛吃吧？節目我背哦，大家冇看到嘅畫面啦。你說，你先落一盤，恭喜你，你先落一盤。這樣子，我這是對料理的一種尊重。可以怎麼加一點什麼黃色或紅色？你們看嗎？綠色的香菜，它已經很多綠色。已經很多綠色。好，麻辣漢堡肉。阿娘去後勢嘍。师傅一個重殺，好香哦！哎呀，點差嘞？做得開始食的嗎？來，而且一撒一點呢。哇，上面的醬很好吃，感覺就會爆汁。如何？哇，凍飯嫩。好juicy哦！我們子珍姐好吃到在找鏡頭，你看。原住民講後生，我娘講呢。你係傣亞係嗎？係啊。要怎麼講啊？拉麵棍。拉麵棍。那你教他講客家話那個發語詞。預備起。啊哦。有沒有？他剛剛都愛用講。對。子珍姐好食嗎？好食。因為凍辣，因為第一個又挑掉了湯。那健身的人很適合吃哎。錯。那豆腐又是肉，如果羊皮嘅話就不要加那麼多醬，加鹽巴就好。香港冇肉都有湯，用代糖嘅起台咪做嘅。靜芳好食。好食，食到唔會咁快。用葱哎。用葱。做對嗎？做對啊。就唱快一點。等一下，好，等一下。哦，先想一下。馬上來進行最杯麵一館嘅挑戰咯。做下練功夫，真緊張嘅料理 PK 來了，兩嘴愛到喊天嘅時間地度，完成一出清沙皮嘅速錄菜。新來萬人做嘅料理，本人食到會前面呢，實實準備好嘢嘅快嘢，依家自主準備好愛上菜了。一個最杯麵一館呢，前杯麵兩組都是3-3，也就是說正式的擂台賽亞下張真實口試。嘿，就是就算前杯冇比賽，也是不會影響最後結果。會影響效果，會影響節目的長度。對，來先看下風吹，我帶來料理很多媽名。蘿菜不乾炒米粉。哇，蘿菜不乾呢？該不會這是阿妹梅頭？講出嚟！哎呀，嘉文，大字報膽講有啥？人家蘿菜不幾多年了呀
15年，哇！春暖了第14的天的，好嘞。还盘的拿出来本大家粉条，哎呀，动物动起来什么？光是这个就可以知道，家就准备15年了参加你的比赛啦，真的。好，那大声的跟所有的朋友说，最不迷关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哦，3点后来看一下咱厝里阿片哦，带来市场就让演出面的料理又夹起来，菜名按到马到竹笋炒牛膝。哦，原来有六俩团，他们有准备啦。有戏呀，有戏啊！你们怎么没有给反应呢？哎，我们台风的部分，又大都有问题。哦，马告竹笋，哦，要给三副椒啦，竹笋炒牛膝。哦，马告嘿原住民的。都很珍贵的，嘿，三浦泽东珍贵的食材。然后，生意呢世界该妈妈董家说，嘿，糖发酒炒牛膝，嘿。那妈妈知道你穿这个袜子吗？不搭不起。对啊，不搭不起。蓝皮。好，头前係3比3哦，最尾份拼起來，有信心嗎？帥啦！那個火音。對，好了，兩隊都已經準備好勢，馬上來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贏了啊！贏了，贏了啊，贏了！來。哦，里長要煮牛，好漂亮。這樣煮牛哦。里長，我覺得你好像非常會煮菜耶。你係那該出嘅呀？該原出名哪一組？我是泰雅達雅烏來。哦，新店那邊。對。那吉娃斯還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？美女。你媽媽今天動物2秒。好會去。講出來其實也是哦，聖美。是。而且你的眼睛好漂亮哦。你也是啊。他沒有看你，他只是回應你。他是在說講足牛懂講。懂講。子珍姐，我還真懷疑你是不是原住民了。真的哦。你要回去問媽媽喲。阿密斯的。你阿密斯。是從烏來那邊，還是你從誰是到台北市台改？沒有，我是住在烏來山上，然後呢，就是為了原鄉故事，對，然後來到都市讀書。哦，對，來到都市讀書。而且我們姐姐吉娃斯姐姐，給全台北唯一一個演出名嘅里長。是，真的，這很不容易耶。是。你會不會切太細？不會，因為米粉也細，你不要一大片，你盡量跟米粉切絲，你那個要有那個老師也知道嘛，我們不能說啊這個丁啊亂切成那個看起來不漂亮，所以盡量跟食材跟它同行。哦，對。好，我們等下溝通進來。哇，來。你們沒還講竹牛，你看。哎，我看好這邊呢，我要吃很多的竹筍。這個是阿婆哦，特別早上去幫你們挑的吧？很會挑。先說好不好？15秒準備好了嗎？準備好了。而且要一邊切菜，有試過嗎？不可以切到手哦。批敗。好，預備，開始。1、2、3 ，Go。我轉一個圈，我畫一個圓，我在浪漫台上旋，我吃一碗麵，再配個桂花釀雞蛋，帶我去溫泉浪漫。下福利，真的好聽。那首歌曲係下半愛故鄉苗栗，嘿。哦，很浪漫呢。係啊，浪漫台山線。真嘅，從頭到後，而且還把蔥切完。哎，又揚哎，這很厲害。但是回到料理啊，比較嚴肅的話題。哎，志偉哥，這是你人生第2次煮菜嗎？沒有啦，第3啦，第一次，第一次半次，0.5次。不是，平常都是經紀人在煮嘛。哎，對。哦，先不給皮料一下，備料一下。加油！很多年了。哎，你手腳按夾哦。演戲耶！你看這裡最細火，現在是最小火哦。我跟牛肉別好嘞。別好，美女里長非常愛乾淨。這個是餐飲一定要的哈，老師。這個是。姐姐講話好溫柔。很，謝謝。很像那種，很像志玲姐姐。而且小蓉美還凍醬。哦，芝珍姐也是。對啊， 2位的皮膚都超好。
新丰。所以你留下来孔家丽，嘿，孔嘉丽，所以子珍老师你也是在信义区教授。信義區全台北市就有，排練社子從由西安教到社大，教客家語，全新的客家文化，咁有心呢。嘿。你乌来山上有客家人吗？有啊，我外婆就是客家人。家婆啊，家婆。要切。那吉瓦斯姐姐，你俩还没有转到乌来，还会回去吗？有，还是要欢迎啊，欢迎！现在那个我们那边有温泉季，温泉，对，在差不多2、3月，然后接下来就是竹笋，竹笋完了之后就是温泉嘛，然后樱花季，对。里长这个不要浪费，这全部都可以吃。我们等一下再把它收回来就好了。还有偷到的头油，而家卤菜脯的水面。对，莫打霜，你睇唔會下鄉哦。你有快樂嗎？還有香菇水，15年的卤菜脯，莫打霜哦。還有香菇水，阿妹冇菜咧呢。所以濕熱地是少熱地，不要太濕哦。我知道。還有春熱地，香菇摸要切落去哦。唔止，不用太多，不用太多。那我们家倒邊差唔多誒。好嘞，我哋先好嘞。過一下。好。哦，暗香哦。哎呦，没事完了。那个猪肉有没有煸到？我问。有啦。有吗？豌豆很磨。很忙啊，等一下还没。啊，两个马告喝要不用以前炒呀妈妈。还忙。都还忙。誒，馬告一般來講，先浸過埋東西，不易出味嗎？我今日做法有幾下種，糖果幾下擺，有啲嘢用鹽滷滷的去洗澡的，有啲嘢蒸嘅米酒的，真的佢在於不用冷凍，不用這樣，今日做法幾下種。不過根本伊係萬年前人家就來報名的呀。依啦。這個也要互相對得原住民不是味道的，那是什麼？直覺。其實把款農民就係來吃回本就好。不過根本伊係萬年前人家就來報名的呀。依啦。這個也要互相對得勾勾帶妹妹，高高帶美美。所以你都有做在戲內為青島，你都有嘅創作噶。哦，創作嗎？現在才剛開始。對。就創作得這麼厲害。今年，對。所以你們以前是唱 cover。對。哇。是的。所以你們可以去參加原創啊。有啊，已經報名了，正在等待中。加油！等待中，真的在等待中。馬告它本身是什麼味道啊？啊，剛剛你妹有沾醬沒有沾嗎？你現在聞，懂用。不會辣。馬的味道。它是胡椒嗎？告的味道。哎，那種鐵樹味。有沒有告五人的味道？它在腦中沒有一個連結，它就是獨立的一個味道。馬告。三副。它沒有像什麼。你昨天試試看。你是不想當朋友？用它吃，好嗎？好，1、2、3哦。好。定啊。1、2、3。哎。朋友。沒有特別的。你講伊咧？它就是那個泥頭啊，香香的。伊完全冇從胡椒根不會辣的，伊很香，係啊。你要試味道哦，哈。好，大家試一下。你有要給它收乾嗎？還忙。好。味道這個東西，原住民不是味道的。那是什麼？直覺。早說。這邊看一下大家，就是這裡轉。對啦，你有轉出來嗎？有啦。有看睇啲冇分到嗎？有哦。哎呀，差不多看到了。憑直覺。對。直覺。還有一點點是重油味。你懂有米絲啊？就會再燜一下哈。好，我們去倒數嘍。天長馬上來周三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都馬上出來。
来试试看啊，最杯面一罐，那部卡米西卡沾掉喽。种茶故里。哇，用水嘅料理呢，都十分的有味道。建议大家红队跟蓝队根本可以配在一起吃啊。嘿哦，对呀，这都慢一嘞。原客啊。最悠悠哎。哎，做嘛干嘛要念？你我刚洗保险吗？我刚才打嗝。哎，直接把广东民宿还来吃回本。就好吃啦。显色糙米粉。虽然给走是现快的。我严重怀疑哦，吉瓦斯姐姐哦，跟贤丽种的期间就有俩炒米粉，有没有？用这个笼络大家李明的那种支持，难怪会当选。这个叫做当选的米粉。哎，不要忘记，这里面还有芝珍姐给妈妈生5年的老配妈妈的爱心在里面。我一直吃，俺想到俺阿家婆，俺有阿婆的味道。这我也觉得不错吧？耶！来玩一下南厝的竹笋炒肉饲料。然后可能那咩按照炒肉是炒肉飘，冻碰牌肉片。哦，两马告灵魂。这个马告哈，它配的还真的不错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哈，那个马告它是比较燥热。我们以前我们山上要老人家要上山，他就带盐巴，然后到了山上他会摘马告下来，他就拍一拍，用石头拍一拍，然后山泉水加一点盐，就这样解渴。哦，吉袜子姐姐爱用小改狗黑，我觉得哇，你们的其实是有 help 有想过，对。没蛋讲妈妈常用细听，有一个深度在。这只是一个开始。自己来评价一下。冻后生，就是天然的，我觉得东西都是用天然的，没有加太多的味精。对。静芳也觉得不错哈。对。唱歌再吃一个。继续打歌。因为等一下观众会来咧，3比3係嗎？對不對？3比3嘅평數，到底結果會樣辦呢？殺殺得快。好，剛剛頭前呢風吹到南水係3比3，到底最杯面成績會係樣辦呢？師傅風吹搶盤盤輸。滿分！滿分啊，姐姐！西蒙，兩下壓力吼，領導藍翠倆掉咧，來看下藍翠得到幾多分？來看一下是否公平。哎，这两片拢做得当好啊！我先解释讲，做嘛也票分满分，係因為第加個下邊也就料嘅全部有超多東西，有小米以外，也頭又沒有超多。然後米粉係細火慢慢去炒到雜嘅，佢沒用燜的，也係用絕水嘅，佢係用緊炒，所以佢老人家嘅做法，就係新做時嘅客家米粉就係按嚟做嘅。所以當我小米嗰個嘅口感就較堅、較小，所以一片也分滿分。啊，一片呢，你要馬告米是睇唔拉錯，係吃到，啊做法咁樣分量都假。哦。因為有的人會因為講馬告一開始撈去煮到後邊會糊，但是要怎麼做就會睇，你要做生意要用油炒鍋，炒嘛，炒嘅時間，你馬告唔好早炒，用油落去炒，其中它唔會糊，炒嘅煮黏米嘅啊，但係我放起嘅時候就搶家呢，再加一多。哦，那個味道就會凍好食，幫助我更加好。一般建議啊，謝謝。來看一下小戴師傅。好，你風吹兩片呢，來提後是下去，是有是到個攞出部嘅個香味，豬肉，好，切來油邊個個安尼酥酥，好，咬下去像凍香，好，米粉咪炒凍度好，好，兩片呢，咱推兩片。你馬告的味道有一點點冇按出來，好，因為有點的個香料係脂溶性，好，因為一定係透過油嘅香味就會出來，冇見到個竹筍啊、個豬肉全部炒到凍好，所以全部分滿分。
师傅按详细嘅片段，啊唔过呢，不管今日时间哟，我都吃到动蛮久，真的。快点出来啊！你要偷打嗝。好了，太厉害了！原客呢，真嘅都师傅呢会善用食材，师傅呢来做变化料理，成绩已经出来，马上来颁奖喽！耶！原客一家亲，而且呢都在爱惜当中证明呢，演出名了客家人，哎呀，就会用料理来做朋友啦。成绩已经出来，凤吹总共得到9分，南吹得到8分，先来恭喜凤吹提名。恭喜发财的，恭喜立雄，恭喜幸福啊！是吗？好，三底好咧，看一下咱出嚟阿摆得到嘅礼物係马介哦，哎呦，兩介都係 ESG 大樹鍋系列的 IH 炒鍋。马氏撸、甜丝撸都做得用，那锅子超好的，而且它有带那种布劲哎，哇，冻酱哦，真的。好，两位给们你好，真的不但是漂亮，而且呢又展现出你演出名了，他赶你大家都会衣服卡你，炒米粉真的好食，好食。对，计划是李长先让大家分享一下要拜参加的心得好吗？其实我外婆是客家人，外公是原住民，那么很谢谢给我这个机会来发扬这个客家语文化，让这些住在里面小朋友们要认同自己的文化，把那个文化传承下去。美心梦呢，电视台放爱啲只机会，做得传承你客家母语，润润久久传下去，不但传下去。全世界全部有得講客家話，老師剛才已經完整地表現一段客語演出比賽誒，而家就係行業龍頭啊，讓講嘅這種最高標準了。成班哦，快樂就是要動起來，不管學客家話或做料理都重要哈。是，美心夢大家放喺呢一隻機會，啊然後放喺好好表現。安子生，嘿，好，沙丁哈來哦，算是今天唯一5月的趕來賓，帥哥代表，有冇感想？很高興來到這邊啦吼，然後我第一擺出差呢。你剛剛不是講半次啊？第一擺在這裡1次，那邊半次。我第一擺出差啊，然後就是師傅啦，你的講評我覺得很好，我們下次可以繼續加油，原客一家親嘛。美，你們自己就是最好的代表啊！對，演出面讓客家面，然後還用創作來傳承了這語言，真的很有心，一定要。來，靜芳，我感覺當歡喜，特別第一擺來到客家電視台，然後對創作也是我經驗開始誒。那希望往後的時間呢，能夠繼續的沖粥之外呢，那今天主菜，我會講說一開始是媽媽的竹筍炒肉絲，然後呢混合奶狗狗馬告，對，這年輕人就是喜歡創新，我們就用創新的方式呢來呈現。那其他嘢都梅來啊，唔單止係做菜啊，也係到演藝創作嘅封面，都係動順勢。祝福你。好啦，新聞 CD 呢，今日來到節目當中看到啊，客家料理老年出名年代呢食材呢，做來做融合結合，做得表現都安讚的。係啊，原客一家親哦，唔單止係口號聽聽哦，歡迎所有嘅朋友，歡迎所有嘅族群，向下來報名參加比賽喲。冇唔錯，等下我講下禮拜再見嘅時候，大家一起說一類哦。好，一家之主等你來報名哦，你下禮拜再見。耶！